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142天，也是哈梅內伊穆杰塔巴音信傳武人間蒸發的第142天，同時也是老哈梅內伊悟道成仙的第142天。就在這一天，美國和伊朗的戰鬥軍事衝突已經升級，這回是真的升級了。怎麼說呢？首先是美軍自3月份以來又有了新的傷亡，那這個事情對特朗普來說應該，或者對美國來說，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同時，伊朗的新的領袖穆杰塔巴已經發出號召，開幹，放下一切幻想，跟美帝幹到底。所以說這個局勢陡然升溫。我們今天來看一看。根據 CCTV 報道說，美軍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體平台發聲明稱，美國東部時間7月18日下午6點，實際上就是咱們這19號凌晨，美軍奉總統特朗普之命，開始對伊朗發動新一輪空襲，以進一步削弱伊朗威脅霍爾木茲海峽商業航運的能力，並迅速懲戒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該武裝前一日對駐約旦美軍人員發動了襲擊。當天早些時候，美軍中央司令部宣布，2名美軍人員17日在約旦境內遭伊朗彈道導彈和無人機攻擊而身亡，1名美軍人員失蹤，2名美軍身亡，1名失蹤，另有4名美軍人員被送醫救治。這使得自2月底，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以來，美軍死亡人數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傷。就美軍死亡事件，這個特朗普他發表評論說，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悲痛的事情，我們不願看到這種情況的發生，但這是為了我們的國家。特朗普在與美國的媒體簡短通話中表示，這些士兵為國捐軀，並重申戰爭的核心目標是永遠不允許伊朗擁有核武器。當被問及伊朗宣布不再遵守美伊諒解備忘錄一事時，特朗普回應說，我一點也不關心。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特朗普已下令美國中央司令部向伊朗開啟地獄之門，也就是要為陣亡的美軍士兵報仇復仇。特朗普在以前說過，對不對？要對伊朗恢復戰爭，他有個前提條件是吧？他應該是對記者說過，也就是說，伊朗如果造成美軍人員傷亡，那麼將要承受這種叫地獄般的打擊。說過這話，那現在就看特朗普到底怎麼給伊朗地獄般的打擊。現在是叫開啟地獄之門，是不是一大耳光子把伊朗毛拉給扇到地獄裡去？紐約時報18號他就報道了，說多名美國官員表示，伊朗在過去5天內對位於約旦美軍基地發動4次襲擊，造成美軍2人死亡，數十人受傷，那麼還有人失蹤呢，那就是3個了，對不對？並且還有多架直升機受損。美國官員認為，這一系列襲擊及其造成的損失表明，伊朗軍隊仍擁有充足的導彈庫存，而且規避美軍防空系統攔截的能力有所提升。當天早些時候，美國中央司令部已經在社交媒體發文承認了在約旦的美軍的損失。一旦伊朗首輪襲擊中擊中費薩爾國王空軍基地居住區，也就是那個宿舍樓，導致5名美軍人員傷亡。第2起襲擊目標是約旦東部的一個基地，多架美軍黑鷹直升機遇襲受損。最近2起襲擊都發生在莫沃費格薩勒空軍基地，這是名字挺拗口的，反正是約旦。20名美軍人員在奔向掩體時受傷，但無人喪生。這也說明美軍在約旦的防禦是不是有出了問題？7月18號，約旦武裝部隊總司令宣布說，約旦防空系統當天凌晨攔截並擊落10枚進入約旦領空的伊朗導彈，攔截行動未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伊朗打擊約旦造成這麼大的損失，至少也說明是吧？伊朗的軍隊仍有足夠的這種遠程的導彈，要不然怎麼打到約旦？並且在規避美軍防空系統攔截的能力似乎有所提升。你想在第一輪打擊前40天的時候，美國伊朗互打，伊朗那個叫真實承諾什麼4，
一共炸了100多輪，也没見炸死多少人，是不是啊？那這一次怎麼休戰了幾個月以後，這狼子還厲害了，感覺力量還得到了加強，是吧？提升，所以不得不好好想一想，是不是這個正義聯盟的大哥啊在裡面出手了，或者捣鬼，对不對？那美軍對伊朗的打擊，那確實它也是在擴大。根據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報道，6枚導彈擊中了伊朗南部霍爾木茲干省格什姆島上的多個地點。當地居民報告稱，島上多處發生爆炸。美軍已經是連續第7個晚上對伊朗實施軍事打擊，伊朗多處軍事設施和基地遭到美軍的破壞，從導彈、雷達、軍事基地到橋梁、鐵路和港口等軍事支撐設施，再到電力和海水淡化等關鍵民用設施，都遭到美軍的打擊。有分析認為，這意味着美伊雙方的打擊目標都出現了危險的變化。當前局勢已然陷入衝突升級的閉環，也就是美軍打擊擴大，那伊朗啊，那也反擊也會在擴大，雙方不停地擴大，伊朗反擊擴大，美軍的打擊再一次擴大，這就變成衝突升級的這麼一個螺旋。伊朗的副外長加里巴巴迪說，在美國違反承諾後，伊朗已停止履行美伊諒解備忘錄。同一天，伊朗衛生部發表聲明稱，自6月27日以來，美國對伊朗發動的襲擊已造成至少50人死亡，500人受傷。那伊朗的反擊呢？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7月18日發布視頻，顯示在納斯爾2第17至20波行動中，使用海巴爾謝坎、佐洛菲卡爾、征服者110、哈杰卡西姆等型號導彈，以及見證者無人機，打擊位於科威特、巴林和約旦的多個軍事目標。伊朗還對伊拉克北部城市叫埃爾比勒市美國目標發動了無人機襲擊。在此期間，有的無人機被美軍的愛國者防空系統和其他的防空系統攔截，有的無人機則落地墜地或者是擊中目標。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布聲明，我方發起的納斯爾2號第19輪軍事行動，作為對昨夜敵方侵略行徑的回應，我們使用無人機和導彈對位於埃哈邁迪港為美軍艦隊提供燃料補給的燃料碼頭，以及位於巴林叫謝赫伊薩基地作戰飛機駐地進行打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18日凌晨發布聲明稱，數小時前2艘油輪在美方慫恿下試圖穿越霍爾木茲海峽南部雷區，隨後發生爆炸並引發大面積火災。聲明稱，由於美軍的惡劣行徑，霍爾木茲海峽目前處於極度危險狀態，並已完全關閉，各類船只不要受到美方欺騙，不要駛入雷區。對此，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方面這一說法不實。這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堅決予以反擊，轟炸這個周邊的完業國的美軍基地，並且擴大到伊拉克、約旦甚至敘利亞，絕不姑息。所以你看，雙方現在大打出手，而且美軍時隔這幾個月以來啊，又有了新的傷亡，這個讓特朗普面子就掛不住了。最主要的是，伊朗的這個新的領袖穆希塔巴已經發出了復仇的這個吶喊。先根據這個新華社報道，咱們先看官方怎麼說的。新華社德黑蘭7月18日電，據伊朗媒體報道，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哈梅內伊18日發表聲明稱，美方屢次違背其與伊朗總統簽署的諒解備忘錄，證明美國總統簽字毫無價值且無效。就是特朗普那個簽字啊，沒有任何價值，協議擦屁股，沒有任何效率，言而無信，就這意思。穆吉塔巴說，以美諒解備忘錄再次遭到破壞，也再次證明霸凌、極權主義和野蠻行徑是美國意識形態和實踐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吉塔巴強調，美國企圖挑起戰爭，必將付出更沉重的代價。伊朗人民和抵抗陣線，也就是什麼抵抗之虎、白手套代理人，就伊朗人民和抵抗陣線將給美國留下刻骨銘心的教訓。穆吉塔巴在声明中重申，伊朗內部應維護團結，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衝突。那大家也懂，在這種體制，毛拉這種政權高喊什麼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衝突，那就意思就是毛拉內部這種分裂鬥爭已經白熱化，已經表面化了，要不然他不可能喊了，要不然他只會說穩中向好。這個說明什麼？說明穆希塔巴他已經完全推翻了諒解備忘錄，
至少這個意思。而且伊朗的副外長加里巴巴迪也說了，伊朗已經不承認、不再遵守美伊链接备忘錄了。穆吉塔巴也说了，这個特朗普簽的字毫無價值，留着幹什麼？所以說，也就是穆吉塔巴也撕毀了美伊鏈接備忘錄。而記者問特朗普，對吧？說伊朗人已經不遵守美伊鏈接備忘錄了。那特朗普說，我毫不在乎，不在意，愛怎麼地，就這意思啊。6月17號簽的字，7月18號宣布作廢，毫無價值，那不就是1個多月嗎？穆吉塔巴警告，如果美國繼續挑起戰爭，必將付出更慘重的代價。這個事情說實話不能怪特朗普，這要怪就怪毛拉，為什麼呢？對吧？毛拉是處心積慮的要想控制霍爾木茲海峽，這個是不允許的。這個也只有印度的談判們認為合理，伊朗的談判更認為合理。印度的談判，他們不僅覺得霍爾木茲海峽被伊朗人控制合理，他觉得他們自己的領土被俄爹控制，他都認為是合理的。那所以說你跟談判人講不到理，談判講的是情緒，他沒有什麼理性或者什麼邏輯可言，也沒有什麼切實利益，他是情緒。俄爹控制了那麼多領土，他也覺得挺好的，有什麼不好？那朗子控制霍爾木茲海峽有什麼不好的？他就認為這不要緊。所以說，到時候收費的時候給他们打折，打個7折、8折、9折，那就好了。穆吉塔巴要給美國永生難忘的教訓，而且他稱美國是大撒旦，美國是魔鬼。最近1個星期，美國大幅加大對伊朗的攻擊，包括橋樑、鐵路和海水淡化廠在內的民用基礎設施都因為美國的打擊而損毀。儘管如此，伊朗領導層依舊穩定，沒有任何想要向美國屈服的跡象。德黑蘭方面呼籲伊朗人保持團結，節約用電，同時伊朗軍方對美國在中東的多個軍事基地進行打擊，也對一些海灣國家的基礎設施進行打擊。針對這個最高領袖穆吉塔巴的講話，那伊朗的其他的高級官員紛紛表態啊。首先是伊朗議員說，美軍若聽懂了最高領袖的話，就應該趕緊逃跑。根據福克斯新聞7月18日報道，一名伊朗議員18日警告稱，如果美軍真正理解伊朗最高領袖最近的警告，他們應該趕緊逃離該地區。伊朗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委員會主席伊布拉辛·阿齊茲提及了最高領袖穆吉塔巴的承諾，即美國將獲得難忘的教訓。阿齊茲在 X 上寫道，如果美軍真正理解我們英明的最高領袖所說的難忘的教訓的含義，他們就應該趕緊逃跑，不浪費任何1秒鐘，提桶跑路吧，勸美軍。特朗普不是擅長逃跑嗎？動不動就逃跑，那這人家伊朗人說了，你趕緊跑吧，再不跑來不及了。我們領袖已經說了，要給你們一個難忘的教訓。這還沒完，穆吉塔巴的軍事顧問雷扎伊他說，美伊諒解備忘錄已名存實亡。如果美國未來2-3天持續發動攻擊，伊朗將結束此前的威懾與對等反擊策略，轉向全面進攻與摧毀階段，並可能直接打擊美國境外軍事基地和人員。什麼意思？這雷扎伊說了，昨天實際上就警告了，說你美國再炸，我們可不忍了。我們前面你美國炸我們，我們反擊導彈、無人機炸你的中東基地，那是克制，來而不往非禮也。如果3天之內你還在打的話，那我們可就不忍了。什麼叫不忍呢？我們要主動出擊。你不是美軍要派地面部隊嗎？你不是不敢派嗎？我們派地面部隊，要地面攻擊哪兒？不是用導彈和無人機炸你的中東基地，而是派部隊去佔領、奪取美軍在中東的基地。這就是雷扎伊說的，你不派地面部隊，我們要派地面部隊，把你的基地給奪取。光炸沒意思，無人機導彈炸死幾個人沒有意思。這就是雷扎伊說的。好了，伊朗的前外長接着雷扎伊的話開始打補丁了。他說，德黑蘭有能力對美方發動地面行動，並攻占美國位於伊拉克、科威特或巴林的軍事基地。若拿下一處美軍基地並俘獲200名美軍人員，或將迫使華盛頓停止軍事行動。你看人家伊朗領袖在前面發話，後面的這些高級將領、這些高官在後面開始要具體措施，就要升級戰爭。不等你特朗普什麼派地面部隊了，我們伊朗先主動出擊，我們先派地面部隊，把你中東的基地給你占了。這是穆吉塔巴的意思，這是美國，這是伊朗強硬派發威了。
所以我說升級了。伊朗議會議長、伊朗談判代表团团長加里巴夫他也說了，如果以美備忘錄沒有得到執行，那麼德黑蘭方面認為沒有遵守備忘錄的意義，也就他已經說了，這美國你先撕毀的，那我們就不遵守了。我剛才已經說了，這玩意兒你不能怪特朗普，只能怪毛拉。毛拉想控制霍尔木茲海峽，你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完了還去轟炸，用導彈和無人機炸這個人家走阿曼那一側的，他也炸。人家走的是阿曼那一側是12海里領海，他還炸。你這耍流氓耍到家了，是吧？那人家美國特朗普人家要主持公道。當然了，我刚才已經說了，印度的基本盤跟伊朗的基本盤一樣，他不覺得這叫公道，他不覺得伊朗人收費有什麼問題。伊朗聲稱已經告訴真主黨的盟友們，準備應對更廣泛的衝突，也就是準備讓胡塞武裝、黎巴嫩真主黨、哈馬斯、伊拉克的什叶派，你們趕緊起來，別睡了，对不對？別躺着了，幹活。那特朗普怎麼表態？面對穆吉塔巴號召復仇，要堅決打擊美國，跟美國幹到底。特朗普恐怕也已經失去了耐心。特朗普對媒體說：“他說無法與伊斯蘭革命衛隊談判，將像鏟除 IS 一樣對待他們，也就是要鏟除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這是多麼痛的領悟啊！咱們這個節目天天都說，是不是？從他們要談判的時候就說了，你不把衛隊給搞定，你談判不是瞎耽誤時間嗎？你看可不，這就是耽誤時間，是吧？還讓朗子占了個便宜，朗子趁這個機會，是不是前領袖給買下去了？要不然他這沒時間去買，沒這個機會，買不下去啊！人家通過談判諒解備忘錄搞了個時間窗口。現在回頭看看，特朗普也就是拿這個跟伊朗人做了個交易，伊朗人說給我時間，讓我把喪事情辦了。特朗普說，那我把霍爾木茲海峽的船給放出來，再搞點油出來，平息一下油價，雙方互相就是讓步。伊朗人说我也賣點油，搞點錢。那美國說那看你本事。我感覺伊朗人賣了那6000萬桶的油，是吧？這錢能要得回去嗎？這美國人又給他封鎖上了。凍結了，一開始開出去的船回不來了，那船不知道在外面飄到哪兒，反正回不到伊朗的港口了，港口又被封了。買他油的不知道那尾款付沒付，没法付，怎麼付？特朗普現在終於明白了，無法與伊斯蘭革命衛隊談判，必須要把他們鏟除。現在才明白，但願特朗普現在是真心明白了。如果是真心明白，那這個時候也不晚，是吧？並不晚，什麼時候明白都不晚，早明白早受益。早明白就早解決，不用耽誤時間。我看有很多網友可能是新來的，老是說这個不要說特朗普好話，這個很多老的網友都知道，經常看我節目的新來的一個最好的辦法就是你不要發言，你看個2月再說話。如果你上來就說，那我也可能會冒犯到你，不好意思，我沒有那麼多耐心和脾氣，到時候罵了你不合適，拉黑了你也不合適。所以新來的你可以看2月再說話，沒人把你當啞巴。上來就說你不要吹特朗普，說了1萬遍了，特朗普打毛拉我是鼓掌的，怎麼打都合適，只要是打，吹毛拉沒毛病。所以不要在我這丟人現眼，到時候罵了你或者是怎麼着你也受不了，不要在我這找存在感。特朗普其他的做的有很多是值得批評的地方，那是另外一回事，不在這個節目裡面。這個節目就是表揚特朗普打毛拉，鼓勵特朗普收拾毛拉。愛看不看，不願意看趕緊換地方。那特朗普雖然他嘴上說要鏟除毛拉，鏟除衛隊，他手上呢也在動作。特朗普考慮擴大對伊朗軍事行動，美國擬派數十架空中加油機，這些空中加油機要部署到以色列叫這個空軍基地。目前美國在以色列特拉維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國際機場已經部署了大約30架加油機，在南部的拉蒙機場還有數量相當的加油機。那在以色列的加油機恐怕最後要達到90架，那這是幹什麼？實際上後面要加大對伊朗的空襲。你這加油機的就是幹這任務的，就是為戰機空中加油，支持他們從這兒那兒起飛，目標都是伊朗。而且我覺得不久的將來，內塔尼亞胡恐怕還要參與到這個戰爭裡面。實際上這個以色列早就摩拳擦掌了，這個特朗普他抱有幻想，他一直不讓以色列參與，實際上是不想擴大，是想打完之後還要談判。
一旦你把以色列拉上了，你就很难谈判了。到时候谈判，以色列他不高興，他在那邊搅和，所以特朗普他還是想着要打，打完之後還要谈。你搞个以色列在裡面，到時候談的時候就受制約了，撤走。所以說他不到關鍵時候不讓以色列上。但是現在我估計很快以色列就要上了，因為內塔尼亞胡不是馬上到美國白宮要見特朗普了嗎？見完之後恐怕就要上。如果靠美國自己在航母上起飛戰機去炸，這個力量確實還弱了一點，也就是說拖的時間要長一點。但是如果以色列一旦深度介入，那這個節奏會大大加快。摩薩德的情報的精度，它可以極大的彌補美軍在伊朗的這個不足。你比如說，盡快鎖定伊朗的高層，策劃斬首行動，在伊朗發動這些反對派，讓他們起來，讓庫爾德人等等這些反對武裝。以色列恐怕比美國人要更擅長，因為以色列在伊朗早就滲透多少年了，是吧？這個大家都有所耳聞，早就把伊朗滲透成篩子了。我記得那個哈馬斯的領袖是吧？是叫哈尼亞吧？跑到伊朗去參加會議，結果住酒店是吧？讓一發導彈進去，就把他那個房間炸了。你說這叫什麼事？這美軍對伊朗連續轟炸7天，主要是打擊橋樑、軍事設施，這些不涉及人是吧？那玩意兒通過衛星一定位就可以去幹，美軍就可以做到，美軍的飛機就過去了。但是如果再加大深度打擊，尤其打擊這個人，那這個需要以色列參與，那效果會更好，效率更高。那這個伊朗的盤們也很有意思，德黑蘭的街頭擺放了特朗普的一家的棺材，但美伊博弈變成一場全家福式的街頭對決。在德黑蘭的街頭，最近多了一道讓人後脊背發涼的風景線，就在市中心最核心的巴勒斯坦廣場，一塊巨型廣告牌把路人看懵了。畫面裡，特朗普老婆梅拉尼亞加上伊萬卡、小唐納德等5個孩子，一家老小整整齊齊地躺在蓋着星條旗的棺材上，背景更是絕了，熊熊燃燒的美國白宮，配上那句殺氣騰騰的波斯語和希伯來語大字，以血還血，以眼還眼，血債血還唄，就這意思啊。這已經不是普通的海報，這是伊朗官方直接把復仇2字深深地刻在了德黑蘭的街頭。實際上，巴勒斯坦廣場的這面牆有點像什麼華爾街是吧？那什麼十字路口大的電子屏幕是吧？是有點時代廣場還是什麼？就那意思啊。向來是伊朗的官方吐槽大會現場，以前頂多畫一個特朗普被吊死或者躺在棺材裡，配文我們殺死特朗普。但這次不一樣，直接把全家老小一鍋端。這不是畫畫，這是戰爭宣言。不要以為這是伊朗老百姓的洩憤，這面牆的背後是跟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綁定的藝術團隊在操作。他們不光畫特朗普還把已故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的頭像畫在十字軍心裡，配文下一個是誰？跟以色列人不一樣，以色列人是畫撲克牌，一個一個的解決。伊朗人是畫這種圖像是詛咒，以魔法來實現，魔法攻擊啊！美伊互懟達到了一個新高潮。什麼新高潮？就是你炸我的橋樑，我畫你的棺材。這邊伊朗剛掛上廣告牌，那邊美軍就連續7晚轟炸伊朗的橋樑、鐵路和供水設施。特朗普還發推說我們在伊朗大獲全勝，結果伊朗那邊直接用行動回應。這廣告牌就是伊朗的心理戰武器。你美國炸我基礎設施，我就畫你全家的棺材。接下來怎麼辦呢？現在的情況是美伊雙方都在加碼。特朗普說1000枚導彈已經瞄準伊朗，而伊朗說復仇是民族意志，也就是這個仗現在已經升級了，火已經搓起來了。這個源頭實際上就是哈梅內伊的葬禮上面，正義聯盟大哥派了梅德韋傑夫去了，梅德韋傑夫一去開始拱火澆油，所以是不是就搞起來了？這背後還是地保。特朗普不知道有沒有看明白，穿透下去，最終還是地保。如果那邊你不幫烏克蘭，你把地保給摁死，你這邊搞不消停，這是大戰略。特朗普如果把這個沒看明白，那還得吃苦頭，還得吃虧。所以最好的辦法是那邊加大對烏克蘭的援助，讓烏克蘭狠狠地拖住這個地保，然後焦頭爛額。
你這個時候才有時間在中東，在波斯灣這兒游刃有餘，是吧？從從容容，要不然鏟除伊斯蘭革命衛隊，那就變成一句空洞的口號。如果不鏟除革命卫队，那你这個所謂的核協議，那就是一紙空文，談成了也沒用。這個道理我們早就說了，是吧？沒有用，趕緊跟以色列聯手，對毛拉進行一輪又一輪猛烈的轟炸。等到毛拉的某些能力被炸完之後，趕緊派地面部隊登陸哈爾克島，控制霍爾木茲海峽，這是最可能的解決方案。一旦把這兩個一搞定，毛拉就等着投降，他根本扛不下去啊！如果能發动库爾德武裝，对不對？在那邊再搞事，再牽扯一下朗子的注意力，那基本上朗子就死無葬身之地。毛拉呀，會不會這麼走？我們密切關注。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點讚、評論，謝謝大家。